革卦的解读我从几个方面来为你解读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这个卦象，上面是兑卦，下面是离卦。兑卦代表了少女，离卦代表了中女，它叫两女相合，对不对？而卦辞里面说其志不相得，所以呢，这个卦象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就是2025年会有2位女性在竞争，而最后是怎么样？是中女胜出，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女性会胜出。因此，如果你是女性，如果你在2025年有重大的项目事业和生意，而恰好有一个年龄比你大的一个女性来跟你竞争的话，那么你就要注意去规避这个风险了。然后你说老师，我是年龄比较大的这个女性那我恭喜你，你最后会胜出，好不好？所以2025年它一定会有这个二女相争，但其志不相得，最后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女性胜出的一个情况。从下到上，从微观到宏观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。